来了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好好好好。吃个来，吃个来的，说来了没？来7点多。好，哟，可以。可以，马上要准备都开始啊。先给做会晒会太阳啊！俺6点多都来了，昨天是说你8点原来是8、9点钟来的。哇！下次才7点过嘛，下一次咱开始早点，下次我回来早点。到7点多多点都来了。我要是礼拜天来，我回来睡早起，我要是没车都来。好，刚准备，现在都准备好了。好，马上把这车子朝边靠。啊，或者停到这个路上，咱不能当咱走路啊，停到东边啊。明哥，看到了吧？这个场景你作何感想？一般的小事我不跟你讲啊，大事必须得跟你讲。我今天把我们老乡这个卖菜流量要给到啊，感谢啊。